各位好，而家咧就係東部時間咧，已經3月7日星期六凌晨。詹米亨廷頓講啲乜嘢一次中的咯當然係唔好錯過呢個歷史性嘅時刻要活在當下，歷史嘅當下，見證歷史見證咩日本高市早苗高票當選，幾多票唔使咁心急咁咧，今日嘅題目一次中的。今日嘅題目就係高市有事，日本有事副題咧就係菊花與刀，武士櫻花與女士首先咧就係重點一次中的講一講咧，究竟高市早苗大家知道佢贏㗎啦，今次就係贏緊㗎啦，佢嘅自民黨加上係維新仲有個小黨從政黨233，大家知係冇問題㗎啦，係嘛？但係高度去邊度咧同埋要到2/3或者係要達到某一個絕對多數或者安定多數係幾多票啦咁對呢個高市早苗佢自民黨同埋佢盟友咧可唔可以喺日本完全執政，即係達到2/3嘅票數咧每一個進程每一個得票嘅總數對佢對高市早苗女士嘅執政施政或者喺議會裏邊眾議院裏邊過唔過到咧佢施政或者個提案咧係好有關係嘅。咁233一定到㗎啦，係咪？過半啲唔使講啦，係嘛眾議院嘅總數有465票嘛，233咧就冇問題㗎啦佢自己自民黨係唔可以一黨可以過233咧？有機咁夾埋維新同一個小黨從政黨233肯定冇問題啦。呢啲佢而家大家估計自民黨一黨可以到呢233啦，係嘛？好啦，夾埋盟友要去到呢個安定多數咧，就要243要多10票，由233多10票到243。咁243有咩作用咧即係喺呢個眾議院嗰啲委員會裏邊大約有17個委員會裏邊如果你達到安定多數嘅話咧，243嘅話咧，你就可以喺個委員會裏邊做主席，跟住委員會裏邊嘅委員你就同在野黨相等嘅。咁咧過啲議案咧都比較容易啦好啦，咁要去到進一步去到呢個絕對安定嘅多數咧，就要達到呢個261票261票咁絕對安定多數係點咧？咁咧就係17個委員會啦，眾議院嗰度17個委員會咧，你都可以做主席。咁裏邊嘅委員咧，你就佔多數過議案啦，過啲議案嘅話咧，絕對冇問題啦叫絕對安定多數261。好啦，要去到
修憲達到2/3，起碼咧你就要有310票啊！咁歷史上咧冇一個政黨能夠靠一個獨單一政黨達到呢個2/3嘅票數，冇一個政黨。但係聯合埋其他政黨去達到2/3咧嘅票數咧，有2次，一次咧就係小泉純一郎即係小泉進次郎呢個防衛大臣嘅爸爸嚟嘅喺2005年327票達到呢個2/3國會嘅2/3票數，眾議院第二次咧就安倍2017 313咁安倍小泉純一郎咧達到2/3有冇修憲咧？冇做到修憲注意你達到咗呢個2/3真係嗰啲議案去過嗰啲議案嘅時候過呢個修憲嘅議案嘅時候究竟實際嘅投票會唔會過咧？會有問題喎，所以咧就係小泉純一郎咧都冇用到，安倍咧可能時機唔對啦，亦都冇用到去修憲嘅改變自衛隊嘅身份好啦，咁我估計咧就係啦，喺310票裏邊310票裏邊呢個magic number 修憲嘅門檻咧有可能就喺呢度游走啦，即係換言之，可能係310之上，310之下261咧夾埋我講夾埋盟友維新同埋從政黨應該261咧應該冇問題㗎就喺38嗰度到唔到呢個310咧？或者淨係啱啱去到38啦，去到38已經好犀利㗎啦就喺呢度附近啦，38 310呢度附近希望高市早苗第一位女首相咁咧就係獨立一個黨咧冇乜可能達到呢個2/3嘅門檻嘅去修憲嘅第一位女士如果達到呢個修憲嘅門檻嘅話咧，唔簡單所以喺歷史性嘅一刻一定要講一講我估計咧就係38到310呢一度上下最低標準咧佢應該過261絕對安定多數應該過嘅加埋盟友自己單獨過半咧233咧嘅機會好大好啦，真係達到修憲嘅門檻嘅話咧，中共驚唔驚當然驚啦，係咪自從高市我哋簡稱佢高市啦Taki一Tsana呢位不一樣突出嘅現代日本最突出嘅政治家自從喺國會嗰度簡而言之
啊，講咗句好重要嘅説話：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威脅到日本嘅安全嘅話咧，就會一定出兵。後來仲補充㗎，假如喺台海發生，當然係中國指中共啦，中共侵略台灣嘅戰爭嘅話，美軍有參與嘅話，日本一定會參與幫助美軍出兵有講到嘅。咁中共一聽到阿高斯喺呢個議會嗰度哇！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即刻已經呢個係南華早報香園嘅英文《人民日報》有報導習帝一聽到高市早苗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會出兵，即刻咧聯絡東明嘅大小國家開會，喂，我哋大家一齊要懟高市呢位爛貨，可能真係用爛貨呢個詞潑婦，那個普通話潑婦這個潑婦我們要想辦法對付他聯絡緬甸新加坡嗰啲寮國嗰啲泰國一齊嚟晒開會懟高市早苗。後來咧，南華早報查實，只有咧就係緬甸去效忠出篇文章啦，用小官都係用小官斥責一下呢個高市早苗嘅咁咧，即係換言之老習驚乜嘢？驚高市早苗壞咗佢收台嘅志業嘛無論你係和平或者係用兵，尤其係用兵高市早苗一定習爺用兵收台灣嘅時候高市早苗為咗保護日本嘅利益一定會出兵保衛台灣咁而家台積電嘅晶片都3粒米，大家合作㗎啦慢慢會講到啦好啦，高市早苗之所以被習爺恨佢恨到入骨入腦入魂習爺恨佢最主要原因就係破壞佢志業啦，係咪因為佢收台就係佢志業嚟㗎嘛，佢有可能用兵嘅話，你一用兵，你日本即刻出兵，好近嘅啫喎韓國都可能嚟埋咁日本出兵，韓國出兵，美國喐唔喐手梗喐手啦，咁點打？壞咗個大業㗎嘛，係嘛？所以恨之入骨㗎對佢，我都恨之入骨啦。喺邊度睇到有個小鬼咧，魑魅魍魎魑魅魍魎，哇！呢個魑魅魍魎呢4個字咧，日本真係咁寫喎，有鬼字跟住嚟鬼住魅鬼住魍鬼住旁邊魎魑魅魍魎，佢係咪咁讀嘅？魑魅魍魎日文魑魅魍魎，引出一個魑魅魍魎嘅人物哇！叫點喂，唯一而家中共克制呢個日本，尤其係高市政府嘅話咧，就要叫日本嘅企業家掣肘佢。後尾講呢位引出咗呢位你睇睇中共點樣佈局呢位咧就係新聞人物嚟嘅
放喺日本收編日本嘅言論做統戰嘅工作嘅，佢暴露咗啦，今次真係暴露咗出嚟啦！你話亦都通過和分中日和分或者日中和分知道日本少子化大量咧鼓勵中國嘅女人去日本，亦都鼓勵男士同日本女士結婚，然後定居喺日本，係達到點世代和好呢個手法用咗好耐㗎啦，可以睇到共產黨去喐一個地方，我講過係嘛，各位欲收台灣或者係欲統台灣，必先收編日本，或者係必先統戰日本。即係換言之中共喺日本民間、政界、新聞界落咗好多功夫㗎啦。老習以為收成㗎啦，點知高氏女士出嚟一鑊翹起咗老習所以老習好恨佢㗎。最近三國通電話老習仲有丁爺普丁川和係嘛？老習特別提呢個川和，喂，台灣呢個係好重要嘅問題嚟㗎就係老習嘅接咯。而家俾高市早苗一鑊翹起咁有冇高市早苗有冇同呢個川普一齊川和一齊合謀咧？力佢中共收台啦尤其係武力收台啦。我諗咧就係川普嗰陣去日本哇，同呢個高市早苗真係 friend 到打 band 㗎應該有傾到呢個問題嘅川皇嘅謀臣都知道啦，台灣係中共尤其係習爺心中裏邊嘅最重要嘅一塊未收到嘅地方佢丟晒嗰啲海參崴嗰啲丟晒唔緊要㗎丟埋呢個喂西伯利亞嗰啲大片喂中國以前尤其清朝割讓嘅地方忘記晒㗎啦，最後收到台灣佢接係咪因此同普丁 friend 到貼地㗎嘛係嘛所以我都話咯，張又俠嗰啲幾十上將下台嗰啲，就係因為佢唔同意老習聯俄抗美嘛。張又俠嗰啲冇反對冇反對收台灣㗎，冇反對冇誤會張又俠唔係因為反對老習收台灣，成班呢班軍頭上嚟㗎，就係點習近平欽點佢㗎嘛，都 check 清晒㗎啦嘛。喂，收台我接，你哋有冇計劃？張又俠嗰班上將苗華、何衛東嗰啲全部同意㗎，收台㗎，嘥氣啦！你班友都未識睇啦，呢啲咁嘅狗流，話張又俠反對老習收台，所以下台，嘥氣啦！張又俠嗰班上將下台，最主要點反對老習聯俄抗美呢成班何衛東苗華張又俠同意收台，甚至冇收台，一早部署晒㗎啦。你睇人點樣
派啲新聞界落去啊，派啲古惑仔落去收編啊，日本嘅喂，統一日本喺政界新聞界點樣統戰啊？所以有呢個魑魅魍魎爆嘢出嚟啊嘛！唉，好啦，翻到嚟呢度啦等一陣咧逐一分析點解習爺做咗吹票機呢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點冇咗知人派呢點咧，我哋講講咧就係啦點解中共會激起咗日本人拼命維護高市早苗咧？當佢出咗呢一句其實呢一句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係安倍講㗎佢係安倍嘅徒弟承接安倍嘅遺願，再喺國會度爆出嚟啫中共習爺嗰班發動宣傳機器好似發咗癲咁攻擊佢攻擊呢一個女士我哋回顧下，我嗰篇文章寫咗喺度㗎啦我點解講咧？菊花遇到武士、櫻花與女士，高市有事，日本就有事你懟我高市，我日本人會唔會齊心咧？喺度咧，我就講啦我點解從呢一點出發睇到日本人會死命保護呢個高市咧你嗰班發癲呢班癲狼大外宣自從高市早苗喺呢個國會講咗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之後咧，不斷攻擊佢攻擊高市早苗會引出咩反應咧？各位安心聽聽我從歷史文化上分析武士櫻花與女士菊花遇到我唔詳細講啦最唔懂日本文化嘅就係現代中國人所以話冇咗呢個而家中國冇咗呢個中國通呢一股粗暴爛仔惡形惡相自從高市女士喺國會講咗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之後就惡形惡相對待呢位高市大將軍確實係有大將軍嘅氣勢高市早苗呢一種惡形惡相爛仔粗暴嘅手法咧，對付高市大將軍只有變咗助選高市重返政壇嘅吹票機而家好多人都認為係啦習爺越鬧就越吹票其實個原因咧仲有啲文化上嘅深層喺度嘅公認我哋喺民國以嚟咧，公認了解日本嘅文化或者民族嘅精神嘅話咧，就係留入士官學校，正式入讀士官學校，唔同蔣介石老蔣未入，唔係入讀士官學校嘅佢啲冒牌嘅啫曾經成績優異，得到天皇賜刀嘅豫章就係蔣百里先生呢位咧，我認為喺民國以嚟到中共今天只有一位就係蔣百里比較懂日本嘅文化同埋日本嘅民族性嘅
佢係娶咗個日本嘅老婆，但係可惜咧，佢就對日本嘅女性嘅睇法咧就係冇咩文章嚇。當然佢出個書啦，對日本嘅尤其係抗戰嘅時期，佢講日本一定會出兵侵略中國嘅，提議老蔣點樣防範嘅就一定唔能夠嚴寒，一定唔可以對日本嚴寒嘅投降蔣百里講嘅可惜咧，佢又冇講到日本女性好啦嗱，日本嘅女性咧喺呢個封建時代尤其喺戰國一直都係弱勢嘅群體嚟嘅，係藩主嘅人質啦，係嘛大明之間可以交換嘅係嘛，做人質嘅係嘛或者咧通過藩主嘅女去和婚嘅去友好藩主之間嘅關係就係互相咧就係嫁娶，利用藩主嘅公主係為咗維護兩個藩或者幾個藩之間嘅安定嘅犧牲品嚟嘅貧農嘅家中咧呢啲女仔咧可以賣嘅，賣去妓院，好運嘅咧就變咗藝妓喺酒酣耳熱之間大明之間藩主之間武士之中咧，日本女生喺戰國封建時代咧，只不過係呢啲武士藩主之間嘅玩物嚟嘅。好啦，高市早苗出生嘅年代咧佢個家庭咧仍然係重男輕女啦，佢考上名校啦早稻田嗰啲名校都冇錢交啲私立名校家中咧為咗咧就係照顧佢嘅男性，因此咧就係冇錢俾佢讀名校私立名校嘅佢就去咗咧就係國立省錢嘅神戶大學咁從政之後咧，好多人都睇唔起佢嘅因為出身低微嘛又冇乜派系直到安倍睇起佢啦呢一個有貴族氣派嘅安倍睇起佢因此安倍係高市早苗嘅伯樂安倍嘅名句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將個心法咧傳咗俾呢個高市早苗嘅咁喺呢個議會裏邊咧被質詢啦2025年可能嗰個議員咧做球俾佢喺國會裏邊答詢表示若果台灣有事嘅話咧，例如中國武力封鎖如果發生咗呢啲咁嘅情形嘅話咧，可能構成咗日本安全保證法制中嘅存亡危機嘅事態，成為存亡危機嘅事態。由於中共武力犯台嘅話咧，咁日本可以依法行使嘅集體自衛權出兵，即係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係首位點喺呢個議會裏邊講出嚟嘅，好大白話咁講出嚟嘅首相嚟嘅咁亦都佢出兵當然係點喂，同美國有默契㗎啦咁中共呢聽到咧就發動啲癲狼外交，話唔係喂，狼性外交係癲狼外交其實癲狼外交先係一個正確形容中共呢啲外交人員呢啲大外宣呢啲狂妄嘅手法癲狼外交聽到之後咧就好似點香港唔係香縣年代魯平破口大罵彭定康一樣啦，甚至用人身攻擊中共咧聽到咧呢個
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即係發動瘋狂運動，對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啊發動攻擊啊！咁啊，喂，南華早報又講咗啦，聯合嗰啲東盟國家準備狂踩呢個高市早苗噶嘛，點知得緬甸後中啊，甚至人身攻擊，你睇睇啊，嗰啲三五不時嗰啲開記者招待會乘機狂踩人身攻擊你話係高市早苗但係日本係崇拜呢個盛唐嘅文風噶嘛喺唐朝裏邊學識好多嘢咁好仰慕呢一個中土中國噶嘛，係咪喂，你啲咁嘅中共人表現啲乜嘢咧？用晒文革風狂鬧狂踩用列寧史太林嘅懶號無賴嘅鬥爭嘴臉去鬥爭呢一個高市早苗，咁會唔會引起日本人嘅反應嗱，呢個重點日本嘅女生日本人自己本土人可以罵，封建時代咧甚至可以打可以賣嘅，但係唔會容許你外國人説三道四羞辱佢日本嘅女性嘅，你懂未雜嘢以前老鄧嘅時期都有個半個知日派唐家璇而家都冇咗啦你懂未日本嘅女生日本人咧，佢本土嘅日本人可以罵佢，尤其戰國時代甚至罵戲去妓院嘅但係你絕對唔容許日本嘅戰國時代或者封建時代都唔容許你外國嘅人去對日本女生羞辱侮辱嘅，任何日本人都要出嚟嘅，都會出嚟嘅何況嗰啲武士以前戰國時代嘅武士現代日本人一樣喂，我可以罵佢，我本土日本人可以罵我日本女性甚至喐手仲有打嘅係嘛？你外國人絕對唔可以所以中國咧罵得越兇，高市大將軍嘅自民黨嘅眾議員嘅人數咧翻嚟改選之後嘅人數就會越多呢篇文章唔係今日寫嘅幾時寫1月31日登喺邊度咧？我通常寫啲嘢咧就登喺呢個面書1月30日寫嘅，我分析嗰陣咧仲未高市嘅風仲會起得咁勁嘅，而家爆晒啦日本嘅民間全部一齊唔係全部你睇啲演講3000、5000過萬集會高市早苗出嚟講嘢未試過嘅，有史以來日本未試過嘅最之後點日本女生我哋喺本土裏邊可以罵，可以羞辱佢，絕對唔容許尤其你中共呢班爛仔所激起咗民心出嚟嘅中共已經冇知日派啦所以我話高市有事就係日本有事你一班中共爛仔竟敢侮辱我哋尊貴嘅第一位女首相，仲不停人身攻擊你又唔夠膽話川王欺善怕惡你估日本人會容得你啲
無賴去罵我哋尊貴嘅首相，慳啲啦！所以話你中共冇知人派啊，闖咗禍啦，大鑊啊，闖咗禍啦！啊，川普一及到個形勢，哇！呢排起晒風啊，高市早苗啊，即刻點啊？強住壓落去。琴日啊，強住用 Truth Social 壓落去佢嘅媒體啊，大住壓落去，壓得又狠又準啊！哇，川王真係厲害啊！好啦嗱，請各位咧就係耐心繼續收聽歷史嘅當下啊，偉大人物嘅出場啊，好似高市早苗領導呢一次啊有史以來啊最具人氣、最具觀眾最具嘅打破呢一個以前日本競選嘅陋習親身下鄉下市去到街頭接觸群眾嘅而掀起呢一個高樹大旋風，亦都需要盟友幫助。醒目台積電即刻跟風。當然啦，3奈米啫。其實而家日本好勁嘅，背後Rapitus 喺呢個北海道千歲市裏邊已經點同 IBM 合作緊㗎啦，做緊2納米嘅半導體咁風送藤黃國魏哲家咧，哇！呢個1級推銷員即刻大方咁同日本合作提供半導體3納米注意日本追緊上嚟㗎啦，尤其喺北海道仲有 IBM 同緊呢個東京大學合作㗎啦。台積電收到風喂，唔使偷你日本公司，我大方啲同你合作呢一次咧，亦都川王當然有收到消息㗎同意㗎咁咧，台灣台積電好嘢魏哲家好嘢仲整咗本書呢個著作高市早苗嘅著作哇！呢個超級推銷員咁亦都睇到咧，就係台積電睇到收到風，日本自己都做緊呢個2納米啦，倒不如我大大方方扯晒整個團隊嚟一齊搞個大啲嘅喺技術上、資金上大家合作有資金一個國家裏邊有資金合作，有實業合作，尤其係最先進嘅半導體喺度嘅話咧，咁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大家都堂而皇之互相保護啦呢一注又要讚一讚賴清龍啦，賴清德賴清德當然有點幕後有拉線㗎啦，川王亦都同意㗎啦加到171億美元加大投資從6厘米進到去3納米唔簡單，但係呢一點咧就係台積電收到風㗎啦，日本追緊上嚟㗎啦，梗係大家點仲有日本好多原材料㗎，今次我扯晒隊嚟係嘛，一齊合作係嘛，2厘米、3厘米跳到去1厘米都快嚟㗎啦
咁呢一次咧，台日喺技術上、喺原料上喺資金上大家合作咧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互相保護咁呢一次高市有事台灣有事咯可唔可以叫日本有事台灣有事啊？當然啦，喺度亦都可以睇到高市有事就等於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亦都等於台灣有事因此資金鏈合作、技術鏈合作咁先可以交心噶嘛。呢一招賴清德好嘢，咁川王睇準食落去亦都係夠狠夠準啦！真係拜到川王，我拜到啦，我服晒一定捐款，一定喺呢個中期選舉預咗我呢一票噶啦順便同佢拉多幾票啦日本啦，根據我嘅親戚，我有日本親戚喺日本已經投咗票噶啦，可以提早投票嘅咁嗰啲街站有冇做到統計咧咁相信都有嘅所以咧高市早苗我都輸噶啦，好啦，引出呢一個，喂，哇精彩啦！喺呢一個中共點樣辱罵高市早苗人身攻擊嘅呢位先生都幫埋手就回應翻我早講一段，同埋好早以前講嘅，我懷疑呢個就係李柱文啦，今次露晒型啦嗱，聽聽佢嘅原汁原味點樣講We are any promo and we help 等等。2026年刚一聽聽下，原汁原味，在日本国内还获得了非常大的支持度，它的支持度从75%飙升到83%，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首相中间支持率最高的差不多之一那给人感觉跟中国硬刚高市早苗反而获得了国内普通选民的支持。那么迫使高市早苗改变立场的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让日本的经济界、日本的企业界给日本内阁施加压力。所以现在这压力呢，就由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变成对日本的经济界施加压力。我卡你这个企业的脖子，我让你3个月之后，你很多生产线不得不停产，那你怎么办？你可能就得回到中国的谈判桌上来。高市早苗如果收回他那句话的话，他的内阁基本也就破产了。所以说他只能硬扛。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日本的经济界表现出足够的经济痛感，真的受不住了。那么最后导致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下降，才有可能导致高市早苗的下台。因为当时高市早苗跟中国发生这个冲突之后呢，始终没有收回这句话，对中国立场比较强硬在日本国内还获得了非常大的支持度，它的支持度从75%飙升到83%，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首相中间支持率最高的差不多之一那给人感觉跟中国硬刚高市早苗反而获得了国内普通选民的支持。那么迫使高市早苗改变立场的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让日本的经济界、日本的企业界给日本内阁施加压力。所以现在这压力呢，就由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变成对日本的经济界施加压力。我卡你这个企业的脖子，我让你3个月之后，你很多生产线不得不停产，那你怎么办？你可能就得回到中国的谈判桌上来。高市早苗如果收回他那句话的话，他的内阁基本也就破产了。所以说他只能硬扛。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日本的经济界表现出足够的经济痛感，真的受不住了。那么最后导致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下降，才有可能導致高市早苗的下台。因為當時高市早苗跟中國好嗱，呢位咧皇帝急，佢太監仲急
諗條死橋出嚟啊嚇！誒，你要高市早苗啊，用硬抗啊，中共啊嘛，啊佢叫中國㗎，硬 Q 啊，硬抗硬對中國啊嘛，啊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啊嘛，哇呢一位啊魑魅魍魎引出嚟啊，點提議啊？啊鼓勵呢個日本經濟界大家一齊出嚟懟高市早苗，俾壓力佢咁佢咧就會屈服噶啦跟住咧翻嚟咧就向中共咧，唔係喎向佢講向中國咧就係想搖尾乞憐噶啦唯一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佢而家咧高市早苗咧，因為搞大咗個頭啊嘛佢內閣冇辦法下台噶啦，咁咪死頂住佢咯，頂住中國咯，硬砌中國咯，中國要對付佢嘅就要點啊？調動日本嘅經濟界嘅任何或者經濟界嗰啲人斷佢嘅生產線係嘛？斷佢財路呢句我講㗎，斷佢財路咁佢先翻嚟㗎叉住佢脖子，叉住佢頸哇！呢位太監要叉脖子叉住高市早苗脖子等佢向點回頭向中國搖尾乞憐頭先咧有少少咧就鼓掌喂，可以睇到呢位仁兄暴露咗出嚟啦，係咪諗條死橋出嚟嗱，高市早苗可以俾日本人鬧，俾你啲咁嘅喂現代李柱文魑魅魍魎鬧，喂有冇人翻譯將啲翻譯呢位先生嘅説話講日本人聽呢一個係咪中共一早部署咗喺日本放出嚟，日本搞統戰㗎為咗咧就係頭先有少鼓掌因此咧佢嗰段説話第一次咧唔係完整嘅，我播咗2次嘅，咁第二段咧就係完整嘅説話，原汁原味係佢自己講㗎呢位魑魅魍魎係咪暴露咗出嚟中共嘅統戰手法呢啲就係呢位先生以前係央視㗎嘛，點解突然間走咗出嚟喺日本去咗日本突然間冇2年之內，哇有190萬嘅粉絲 subscriber， 喂嗰位有能力口才唔輸呢位㗎喂。劉細良都係喺30萬35萬裏面掙扎咗幾多年呢條友有190萬喺邊度嚟㗎？嗰啲粉絲你睇睇年代看錢看個主持而家幾多年哭爹哭娘叫啲粉絲先100零萬咋呢位先生2年就190萬粉絲，可想而知啦各位，所以我咪懷疑呢條友係現代嘅李柱文李柱文邊位我講咗好多次㗎啦，你唔識你自己去揾啦查啦，個名已經打咗喺度㗎啦係咪對正咗中共收台一定點我講咗啦，係咪？欲統台灣，必先收編日本。呢啲人咪喂中共派去收編日本㗎咯，民意同埋政界新聞界㗎咯。我諗佢而家自從爆咗呢句説話咧，我諗照計日本人好醒目嘅收料，呢條友都好難喺日本再點日本安心落戶㗎咯我哋無疑你有本事去申請做日本人嘅呢位先生，我唔阻你㗎。
我冇反對佢啊！我以事論事係嘛，將佢哋説話原汁原味搬翻出嚟啊！點解呢個太監突然間咁急咧？喂，同佢主子啊諗嘢咧？喂，同習爺諗嘢咧？喂，啊，點解咁急咧？喂，各位可以諗諗啦，你睇睇係嘛？幾多人啊落咗日本去統戰各位，所以高市早苗好嘢希望佢會達到2/3修憲，改變咗自衛隊嘅角色同時清剿呢啲潛伏喺由中共派嚟潛伏喺日本搞統戰嘅新聞界和婚嗰啲算啦唔好破壞人哋家庭和婚啫生兒育女啫，冇從事其他嗰啲不正當嘅工作呢啲做咩工作呢位先生？喂各位爆晒出嚟啦我咪一早懷疑佢我不停喺度諗點解呢條友突然間嚟到日本個戶口同埋又打老婆鬧老婆個戶口銀行戶口喺中共裏邊未凍結嘅喂，咁好嘢咧，又可以出入去嗰度嘅啦喂大家知佢身份啊嘛我係咪鬧嗰啲咩學者？要靠佢靠佢幫佢宣傳晒書，同埋靠佢講出佢自己嘅心中之話。有好多學者上過嚟㗎，我咧就希望咗啦，上佢嘅節目我就問你唔了解呢條友嘅背後係咩人？日本呢啲學者新嘅令和維新時代嘅嚟臨我呢個文章嘅題目就係高市早苗以履歷敲響了日本版嘅 Reformasi 嘅鼓聲 ，Reformasi 就改革馬來西亞安華用過Reformasi 高市早苗以履歷敲響了日本版嘅 Reformasi 嘅鼓聲。呢篇文章開頭就係第一句，麥克阿瑟將軍帶給日本選舉制度，高市早苗帶給日本選舉嘅高度。喺民主自由開放嘅社會政治家要贏得人民嘅授權嘅話必須親力親為，到市到鄉到街頭宣講你嘅理念，去感召人民。哇！高市早苗做到啦尤其喺2月2日喺長野縣2月2日長野縣當個救護車嚟嗰一刻，哇！高市早苗停咗個咪，仍然繼續向嗰啲人民呼喊哇！嗰一刻嘅場面就係呢個圖向人民呢個呼喊呢一個唔係一時性嘅選舉亢奮嘅衝動或者係衝動而係長期被抑壓被制度封存喺體制內嘅令和日本嶄新嘅政治嘅能量高市早苗呢一股能量係股新嘅喺呢個令和時代嘅能量嚟嘅首次以清晰可聞嘅形式爆發喺呢個公眾嘅空間呢種長期被抑壓被制度封存嘅由高市早苗去突破，以小野田紀美呢位經濟安保大臣，片山高月財務大臣為代表，一批立場
輪廓鮮明嘅女性嘅政治人物啦，圍繞喺高士嘅周圍。他們並非各自發聲或者孤立個體，而係透過彼此共鳴共振，為政治啊生態呢個政治啊沉冇生氣嘅政治嘅生態圈呢，帶嚟有別於傳統和稀泥協調嘅政治。高士祖廟呢一群新女性啊，帶出嚟一個新節奏啊！喺日本文化之中咧，我哋大家了解呢個太鼓啊，太鼓象徵咗出進嘅信號，喚醒啊現場士兵嘅工具，亦都係宣告時代轉調嘅聲音啊！將鼓聲響起嘅時候咧，人哋大家一齊啦，人們共享同一拍子，並為邁入一個歷史段落做好準備。高士咧同埋小野田紀美都係懂得敲擊太鼓嘅。各位睇睇啊，小野田紀美呢位經濟安保大臣鼓聲一起大家一齊合作但係咧鐵娘子高士祖廟咧仲懂得敲擊西洋鼓㗎高士祖廟所敲響，經過深思熟慮呢啲鼓聲唔係革命，係點啊？係果斷嘅宣告，停滯節拍正在被切斷，呢種停滯不前嘅節拍正被高士祖廟嘅團隊切斷咗，而需要改革令和日本正逐步進入新嘅歷史節奏。而呢一道鼓聲甚至將迷失咗方向小泉進次郎呢位防衛大臣突然間帶翻咗嚟，做一個正常嘅小泉進次郎將呢個女力同埋男力一齊敲響節拍，敲擊一個新嘅節奏。呢個新嘅節奏逐漸擴展成令和為新嘅交響樂，而改變日本，而帶給日本一個完全新嘅面貌。尤其係年青人更加喜歡呢一位喺佢年青嘅時代就係點追逐新思想，接受新文化嘅搖滾媽媽或者係搖滾祖母因此得到年輕人嘅崇拜嘅追捧80%-90%嘅係日本政界有史以來高士得到年青嘅選民嘅擁戴㗎你聽佢講嗰啲嗰啲觀眾嗰啲聽眾父老攜幼㗎，除咗年青人之外係一個新嘅現象、新嘅風氣嚟㗎。高士祖廟起風啦洗脫咗以前戰國年代嘅唔好弱勢社群嘅形象，由高士祖廟同埋佢嘅團隊加上男力一齊擺脫日本停滯不前嘅經濟同埋國安國防仲有高士祖廟利用佢超強嘅外交能力結好台灣同埋川王，仲有意大利嘅女總理一齊仲有韓國李在明都有訪問到日本㗎
咁希望啊李在明醒目啦，遠離中共啦，加入呢一個點由高市早苗領導亞洲嘅防衛網，尤其係守住個第一島鏈用台灣做一個不沉河空母艦，聞得阿瑟講嘅去對住封住中共嘅野心住係中國野心用武力統一台灣嘅野心當然啦，佢有本事用和平嘅亦都台灣人心甘抵命要同中共統一嘅話咧，冇話講啦如果中共能夠咁高 Q 嘅話咁精明嘅話，喂，睇嚟又唔似喎喺呢度咧扮一扮嗰啲高市早苗咧同中國咧就同中共為敵啦故意咧就刺激中共嘅，錯呢一點反而李小牧咧睇得好通李小牧有講高市早苗嗰啲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係安倍嘅啫嘛，引述個安倍，只不過講得比較白一啲啫嘛。李小牧講㗎喺佢最新嘅電視節目裏邊冇挑釁中國㗎係中國搞藉口嚟對住高市早苗啫嘛李小牧高人，即係世上除咗啲魑魅魍魎嘅，仲有高人㗎。再見，各位，拜拜。差啲忘記提郭偉嘅而家咧郭偉咧就係試咗日本㗎咁好可能咧你有啲日本朋友㗎，或者有啲親戚好似我咁㗎我希望你咧就係鼓勵佢一定要衝出嚟投票尤其啲年青人青年仔一定要出嚟你既然係熱捧你嘅呢位搖滾媽媽或者係搖滾祖母同時代喺當時嘅時代冇脫節嘅新派人物既然你中意高市早苗咯你就要投票咧出嚟。我知道有啲地區咧就下緊雪嘅，喂各位朋友你有啲親戚嘅有啲朋友嘅，就算下雪或者係都要注意自己安全一定要去投票衝出嚟唔好話得個講要做仲有一樣嘢，喂你練好記住嘅名你投票嘅議員嘅名同埋政黨因為點日本呢個投票係特別要你親筆寫㗎，你要投自民黨你要寫自民黨知嘛？你要投咧呢個係高市早苗，你要寫高市早苗㗎。各位，多多幫忙新時代嚟臨，你同我一齊見證，拜拜。